制哦。那我也要借用这个机会，请我们的国人放心哦，我们会持续的来协调，并且协助业者哦，持续的增加生产跟供货啊，不论是口罩还是酒精，台湾的自制的产量都是越来越稳定了。那所以请大家不要囤货，让有需要的人可以买到，这样才是防疫来讲是最大的帮助。总统，跟你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菲律宾停航哦，那现在不只是国民党或是民间有些声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反制的行为？那总统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因应这个对策？这件事情哦，我们主要的还是要了解哦，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决策哦，是基于防疫还是基于政治的考量了哈？如果是防疫的话呢，我在这里要讲清楚了，台湾的防疫的情况非常好，疫情控制的也都很稳定哦，没有其他的国家对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同时呢，其实各国对我们的整体的防疫的情况也都很肯定哈。所以菲律宾如果有防疫上面的任何的这个考虑的话哦，我们也愿意跟他们坐下来讨论啊，那看看我们可以协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了哈。但是如果是基于政治的考量的话，那我们就要请他们三思因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了，那也必然会有一些相应的处理。好，退话。总统，最近全台湾最红的小孩子就是小童哦，那到底他能不能够来台湾，其实引发蛮大的讨论。那我们的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改变，不晓得总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都了解吗？您怎么看？那今天前总统马英九，他其实也在脸书上发文，他引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实说我们这样子做是不是有违反这个公约的精神？您觉得？这个相关的决策哦，是由这个权责单位哦，他本于他自己的部会的执掌所做的决定哦。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对于疫情的考量有没有充分的被考量进去哦，值得再一次的检查哦。所以有请这个我们指挥中心呢，从疫病的跟疫情的掌控的角度来看这个决策哈。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决策哦都是以疫情的掌控哦为最优先的考量，而我们整个决策的核心哦，也是在我们的指挥中心哦。那至于马前总统的评论哦，我到这里在这里就必须要讲，这没有歧视的问题，只有疫情处理跟疫情掌控跟保护我们国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原则哈。那我相信，即便是在相关的国际公约，都不会去防止疫情的主导的机关去为了掌控疫情的需求所做的一些决策哦，所以这个无关歧视哈，那也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因为它关切到我们现在整体的疫情的处理了哈，所以我是觉得既然已经做过总统，也应该知道说，在做一个相关的决策，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以疫情的掌控为最优先。